弟兄姊妹平安，我係餅牧師。咁我哋繼續呢個認識天麻嘅視頻課程啊。今日咧，我哋嚟傾一傾天麻教會嘅呢個牧區嘅架構啊，包括佢嘅管理架構啦，同埋佢嘅事工架構，俾大家能夠有更多對教會嘅認識。咁首先咧，我哋講一講我哋嘅管理架構啦。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個管理架構圖啊。咁我一個一個嚟到去解釋。咁成個管理架構裏邊啊，最高嘅決定權喺邊度咧？即係邊啲人嚟到去做所有嘅決定嘅咧？就係呢個圈圈裏邊啦，就係我哋稱為牧區議會 （Parish Council）。Parish Council 咧係由邊啲人組成咧？就係由主任牧師啦、3個堂監同埋另外最多9個成員組成。咁呢啲堂議會嘅成員，除咗主任牧師之外啦，其他嘅人咧，1/3係由主任牧師委任嘅，另外2/3咧就係由每一年嘅會友大會嚟到喺平信徒裏邊選出代表。咁呢個就組成咗堂議會，一齊嚟到去管理教會。但係咧，管理教會嘅時候咧，都係要按照教區所頒布嘅牧區管理條例嚟到去管理教會，即係唔係大家中意點做就點做嘅。個決定咧都係要喺呢個法律嘅框架裏邊嚟到去做嘅。咁主任牧師咧，其實喺教會咧特別係聖公會嘅教會咧，一個好獨特嘅職能嘅。咁主任牧師要做啲咩咧？佢要負責所有崇拜嘅管理咧，需要去負責教導聖經啦、管理聖禮啦，同埋去制定教會嘅使命包括喺教會當中點樣去牧養人啊，點樣去傳道啊，點樣喺社會當中嚟到去繼續呢個普世嘅使命啦，或者係發展呢個教會對社區嘅影響力。咁另外咧，主任牧師亦都喺呢個聖經啊、神學啊、牧養啊、禮儀啊、教育啊、傳道啊、倫理方面咧，係有一個獨特嘅屬靈嘅權柄嚟到去作出一啲嘅見解。因為主任牧師就有一個屬靈嘅位置嚟到喺呢啲方面咧，作出一個有權柄嘅解釋。咁主任牧師亦都係需要同堂監同埋堂議會咧一齊嚟到合作確保呢個教會嘅管理啊或者治理啊係能夠去順暢嘅，亦都去達到我哋嗰個使命。而主任牧師亦都係當然嘅呢個堂議會嘅主席。咁佢亦都代表教會會出席教區嘅一啲嘅委員會啊，或者一定法定嘅會議。而根據呢個法規咧，呢個主任牧師可以同堂監一齊嚟到任命呢個教會裏邊嘅其他嘅職員包括行政人員啊，或者文書啊呢啲嘅職位咧，都係由主任牧師同埋堂監一齊嚟到去任命。咁而主任牧師咧，亦都可以向大主教嚟到推薦去任命我哋牧區裏邊除咗主任牧師之外，所有嘅牧者所有嘅助理牧師啊，或者係傳道人其實都係由主任牧師嚟到去任命或者推薦大主教任命佢。好啦，除咗堂議會之後咧，下面嗰個咧，我哋有2個團隊，一個咧行政團隊，一個咧就係教牧團隊。行政團隊咧就係負責我哋3個地點5堂崇拜裏邊所有嘅行政嘅工作就係包括我哋啲檔案管理啊、資料庫啊，或者係一啲法律法規嘅一個安全性仲有譬如我哋嘅網站郵件各樣嘅行政事工。咁教牧團隊係咩咧？教牧團隊就係我哋教會嘅牧者傳道人所組成㗎啦。咁呢個教牧團隊就係負責牧養培訓或者係課程等等。咁呢2個團隊咧都係由
主任牧師嚟到去帶領嘅。咁喺教牧同團隊之下咧，就會有每一個崇拜嘅同工會。因為每一個崇拜咧都會有一個指定嘅牧者係主要負責嘅。咁咧呢個同工會咧就係嚟到去負責嗰一堂崇拜裏邊嘅事情啦，包括嗰一堂崇拜係點安排啊，裏邊嘅小組啊、訓練啊、主日學啊、傳福音啊，各種各樣嘅事情都由呢個同工會嚟到去負責策劃同執行。咁因為我哋見到咧教會個組織裏邊有好多唔同嘅部門啦、架構，咁所以咧另外有一個職份咧叫做事工聯絡協調員啦，就係負責喺各個唔同嘅部門或者事工當中咧作出一個橋梁聯絡或者溝通嘅一個工作，令到大家咧都可以理解下成個教會做緊乜嘢，或者自己需要做啲乜嘢，係需要其他嘅部門嚟幫助嘅時候，都可以透過呢個聯絡協調員。呢個咧就係我哋嗰個現行嘅治理架構啦。咁另一個層面，我哋需要去了解一下咧，就係事工嘅架構啦，即係有關福音嘅事情啊，我哋點樣嚟到做事工嘅。咁呢個事工架構咧，亦都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咧就係門徒訓練嘅模式，即係做人嘅一個人點樣由未信去到成熟嘅基督徒。咁我哋有4個唔同嘅呢個訓練方式。第一個咧叫做認識基督教信仰，咁即係俗稱慕道班，就係咧俾一啲未信耶穌嘅人、唔認識基督教嘅人咧，我哋喺呢個課程裏邊點樣介紹我哋嘅信仰俾佢認識。咁當佢願意成為基督徒之後咧，我哋就會有另外2個課程嚟到去帶俾佢哋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你哋而家所睇緊嘅呢個視頻就係啦，認識天麻即係認識下呢個教會裏邊嘅內容啊，或者認識聖公會啊、傳統啊、背景啊、故事啊。另一個課程咧初信栽培啦，就係屬靈生命上面成為咗一個基督徒。咁我哋點樣去起步咧？我哋點樣可以慢慢嘅轉變成為一個基督徒嘅生活模式？咁就喺呢個初信栽培裏邊。所以咧可以話呢3個課程頭3個課程咧係每一個人都應該去上嘅，特別每一個我哋天麻教會嘅會友啦，都需要嚟到去完成呢3個課程。咁第4個咧係門徒訓練啦。門徒訓練咧就只係俾嗰啲你願意去真係繼續去成長、繼續追求，而且你可以委身喺呢個追求裏邊。因為門徒訓練咧係需要有啲條件啦。個條件咧係你需要有委身，因為門徒訓練可能係有1年到1年半嘅時間。每個禮拜你需要同帶領你嘅人見面，咁喺裏邊咧每個禮拜都會有功課做，每一日你都要去做靈修同反省，而且同弟兄姊妹嚟到去分享。咁門徒訓練如果係做完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可以參與到翻轉頭啦，帶領其他嘅門徒訓練啊，或者係帶領查經小組啊，成為教會嘅領袖，去幫助新一代嘅基督徒去成長啦。所以咧，門徒訓練模式咧係一個循環嚟嘅。我哋一步一步嘅令到自己成長，但係最終咧，我哋喺知識、喺生命、喺靈性上面成長完之後，我哋仲要去使用出嚟。除咗自己使用之外咧，我哋仲要去教導新一代嘅基督徒，令到佢哋都可以繼續成長，將來亦都可以繼續做帶領或者係教導嘅工作。呢個係一個循環。除咗門徒訓練模式之外咧，下面仲有一啲係恆常嘅事工，譬如我哋每個禮拜日嘅崇拜啦，我哋每個禮拜都有查經組咁呢啲咧都係每一個會友都應該去參加嘅。另外咧，我哋仲有團契，團契咧指嘅係譬如我哋有弟兄團契啊，有姊妹團契啊，有長青團契啊等等。呢啲嘅團契咧就係可能唔係定時嘅發生但係咧係一啲嘅特別嘅聚會。
等大家可以去參與，可以聯絡嘅。另外仲有一啲訓練嘅課程譬如可能連續禮拜有一個課程係俾大家學習點樣去查經啦，或者係有連續幾個禮拜嘅課程係教大家點樣去祈禱啊。呢啲都係不定時嘅，係俾大家可以喺知識上面能夠學習嘅一啲嘅機會。咁另外就係每個月有個祈禱會啦，咁呢個亦都係俾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參加嘅。呢個咧就係我哋成個天馬教會嘅一個模式嚇，咁簡單嘅俾大家能夠去理解一下。咁最後一樣嘢想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嘅咧，就係教會嘅核心價值啦。天馬教會有異象，我哋嘅異象係教會重植喺另一個視頻我哋有講到。咁呢度咧，我就想講下喺天馬教會我哋所做嘅所有嘅事工裏邊咧，都係圍繞着我哋嘅核心價值。呢個核心價值咧有5個方向嘅，咁好容易記下係 A、B、C、D、E， 排名不分先後，係為咗容易記嘅啫。咁 A 係咩咧？ A 就係 Anglican， 就係聖公會教會，因為我哋係聖公會嘅宗派，我哋係其中嘅一份子。咁所以我哋喺呢個層面裏邊，我哋相信聖公會唔係唯一得救嘅途徑，亦都唔係地上最好嘅教會。我哋只係屬於耶穌基督喺地上所有教會嘅其中一份子。但係作為聖公會嘅會友咧，我哋相信聖公會傳統當中裏邊所高舉嘅，譬如聖經係最高嘅原則啦，係咪？我哋相信尼西亞信經同埋使徒信經，我哋相信洗禮同聖餐呢兩個禮儀，同埋我哋相信或者支持喺歷史當中所形成嘅主教制度嚟對管理教會。第二方面咧，聖經啦 ，Bible Biblical， 我哋相信聖經係上帝俾我哋人嘅最高啟示同最高嘅權威，所以咧，我哋所做嘅事情裏邊，我哋係致力於透過講道、透過聖禮、透過查經透過教導基督徒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要去活出上帝嘅話語。聖經喺呢個教會當中係一個最重要嘅核心價值，亦都係呢5個裏邊最重要嘅。第三就係 community 啦，群體生活。因為我哋相信咧，每一個基督徒我哋嘅屬靈生命成長咧，都係透過群體生活嘅。因為群體生活裏邊，我哋就會有衝突。當我哋有衝突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學習點樣有忍耐、有愛心，能夠活出聖經裏邊教導我哋嘅價值觀。而群體生活先至可以令到一個人嘅生命嚟到改變。所以我哋希望天馬教會係一間以家庭觀念為核心嘅教會。呢個家庭觀念嘅意思唔係你自己屋企嗰個家庭觀念，係我哋認為教會就係一個家庭。特別係每一個崇拜當中，就係一個大家庭。喺呢個崇拜裏邊嘅每一個人都好似家人一樣。我哋去彼此嘅支持、彼此嘅鼓勵、彼此嘅代禱、彼此嘅愛護，讓每一個家人都可以一齊嚟到去成長，而且一齊生活喺呢個溫馨嘅大家庭裏邊。第4個咧係 D 啦 ，discipleship 作主門徒。我哋相信我哋做任何嘅嘢都應該要以基督為中心，所以我哋希望將人帶到耶穌面前，即係信咗耶穌之後，唔單單係相信耶穌，係我哋可以全心全意嘅將耶穌成為我哋生命當中嘅核心，亦都盼望我哋自己能夠越嚟越似基督，因為我哋係基督徒，我哋所學習嘅對象係耶穌基督。所以咧，我哋喺啱啱講到嗰個門徒訓練模式嗰4個階段裏邊咧，其實都係為咗令到我哋喺知識、喺靈性、喺生活上面能夠更像耶穌。好，第4個咧 E 啦，就係 evangelism 啦，傳福音。呢個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嘅使命嚟嘅。而我哋呢個使命當中有2個方向，一個就係向外傳福音，外邊嗰啲唔信耶穌嘅人，我哋要向佢傳福音。但係另外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
教會裏邊我哋嘅下一代，佢哋喺教會成長唔代表佢哋就認識耶穌，佢哋就信耶穌。而我哋需要向我哋嘅下一代嚟到去傳福音，將我哋嘅信仰成傳俾佢哋。嗱，呢個就係5個核心價值 A、B、C、D、E。而喺天麻教會裏邊，所有我哋所做嘅事工活動，都應該同呢5個核心價值嘅最少其中一個或者多個係有關聯。如果任何嘅事工或者活動同呢5樣嘢係冇關係嘅話，佢唔應該喺天麻教會出現。因為呢5個係我哋嘅核心價值。好，今日咧我哋介紹天麻教會嘅管理行政架構啊、事工架構咧就到呢度啦。最後咧俾2個討論問題俾大家。第一個咧就係嗱，睇下你自己，你喺天麻教會嘅門徒訓練模式裏邊咧，你而家係呢4個階段裏邊嘅邊一個階段咧？你下一步打算做啲乜嘢先至可以令到你更加成熟，能夠更加成為呢個門徒訓練呢個循環模式裏邊嘅一員呢？第二個問題咧，教會係每一個會眾嘅家，我哋啱啱講到其中一個群體就係我哋核心價值個好重要嘅一個員嚇。咁你點可以參與喺呢個大家庭裏邊嘅服侍同管理？即係話你唔再係一個客人嚇，淨係星期日嚟坐一坐就走。呢個家庭裏邊需要有人去做嘢，需要有人去管理。你點去參與呢？好，今日咧我哋就傾到呢度，大家再見。